27000嘅新樓，而家降到12000幾啊！先睇下呢個濕地公園景靚唔靚啊？8.5萬平方，永遠不變嘅景觀，116平方，呢度可以做低售期，僅5萬蚊咧，你就可以入手啦。月供咧都係幾千蚊啫，12000幾，你自己可以計到嘅單價啦。我哋先感受下呢一個6米幾嘅超闊大橫廳，而且係精裝修現樓。而家發展商咧更係送埋全屋嘅家私電器，你可以做到拎包入住。4房個戶型，入門介紹啊，做好咗收納櫃、鞋櫃。右手邊第一個客房所見到嘅全部都係交樓標準，大飄窗台、大嘅玻璃面啊！呢度咧只需要行路3分鐘咧就有個大商場，開業多年啦，所以行街睇戲食飯都係比較方便嘅。中間呢一個客房咧同樣係一面大嘅玻璃面，成個戶型係南北通，冇任何嘅暗房。光線咧精精神神嘅。攝影師俾個鏡頭後方 L 字形嘅廚房先，我哋通過鏡頭可以睇到廚房所有嘅都係交樓標準。過翻嚟咧就係佢嘅客位啦。呢個客廁咧所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。我哋呢個樓盤咧重點嘅就係位置咧就比較方便嘅。珠海市嘅新樓盤，25分鐘去到拱北關口呢一個位置，我哋行路3分鐘咧就有自己嘅學校啦。樓下係濕地公園，背後咧係開業多年嘅大商場，所以配套係比較齊全嘅。咁樣嘅客房你滿唔滿意啊？大飄窗台，空間咧都去到成10個平方嘅。最後咧就係參觀主人房啦。主人房係大套房嘅設計，一入嚟有個大型嘅飄窗台咧，景觀咧無論係中高低都係相當靚嘅視野嘅。入邊咧仲有個衣帽間嘅位置，再過翻嚟咧就係我哋套房獨立嘅洗手間啦。只需要5萬蚊首期，單價12000幾，你就可以擁有呢套116平方嘅大橫廳4房啦。珠海市新房啊，最後嘅抄底機會啦，得翻少部分樓層啫，配套方便。有興趣朋友評論區打上666，Jason 發資料俾你，拜拜。